王妃衣服拔掉了。蹴鞠大赛现在开始。天多么蓝，地多么绿，激动的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，又迎来了1年1度的皇宫蹴鞠大赛。现在我们有请白队和绿队正式登场。我们白队的领队是我们的赵王我们绿队的领队是我们的杨岩，我们白队的守门员是我们的黄飞，我们绿队的守门员是我们的李飞，我们白队的后卫是我们的赵王飞，我们绿队的后卫是我们的九王，我们白队的前锋是太子殿下，我们绿队的前锋是我们的太子妃娘娘。现在我们的蹴鞠大赛正式开始。裁判还没出去呢！别踢了，我不是球！哎呦，我的屁股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裁判被袭击了！混乱中，白队的赵王抢到了球，赵王把球传给了太子齐胜，不想半路杀出了太子妃娘娘，二人在球场上纠缠着，场上硝烟弥漫，杀气四起。这是教坏了徒弟，饿死了师傅。太子妃娘娘居然抢下了太子的球，球被太子妃娘娘狠狠地射了出去，球居然进了！此时的场上弥漫着胜利的喜悦，太子妃按耐不住进球的喜悦，在场上振臂欢呼。娘娘，你怎么把球踢进自家球门了？娘娘，娘娘！太子妃竟然将球踢进了自家球门，实在是太悲哀了。场上一片哗然，比分变成了0-1。赵王用头将球传给了太子，太子娴熟的在场上运球，球进了。太子妃娘娘把赵王妃衣服拔掉了，我的天哪！将士的清白呀！不是我，姐姐，你为何把我衣服？他自己掉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我帮你穿上吧啊！哎。还是我来吧。别担心，没事。姐姐，妹妹不过是抢了球，你竟让妹妹这样出丑。是衣服自己掉的，跟我没关系。你给我闭嘴！他有奖，自己会走。
不用太在意别人的眼光，清者自清。九王，刚才谢谢你帮我解围，这样的局面如果不是你站出来，恐怕我更下不来台。二哥，你的手臂受过伤，还是我来吧。 齐胜啊，齐胜，你还可以更蠢一点吗？三哥一向行事谨慎，顾全大局，这回却是连我也看不懂了。说的是，他这么做是跟谁过不去啊？这个赵王妃也真是的，怎么那么多人？ 就她的衣服掉了，没想到他对自家妹妹也肯下此毒手。对呀，在这宫里谁还会顾及姐妹不姐妹的？我证明，绝对不是我们家娘娘干的。可这事儿大家都看在眼里了。当时赵王妃旁边可只有太子妃娘娘在呀，跟我有毛关系？告诉你，我这辈子最不喜欢被人冤枉。 干什么？皇祖母，今日赵王妃衣不附体，当众出丑，定是她有意为之。住口！口说无凭，信口雌黄。皇祖，不要再说了。赵王妃的事还有赵王呢，你就少操点心吧。哎呀，我这刚睡着，宝贝儿，别打扰我啊。你睁开眼，看看我是谁。深更半夜的，你来我这儿干嘛？